4，哇，好緊湊啊！2、3、4、6。第2、第3同第6好似一齊衝線咁喎。小心啲啊！小心啲。咁啊，呢條金配賽咧真係好平均嚇。咁啊，邊一隻人咧最時今年金配賽咧都唔知啊。咁啊，而家咧就要交翻俾我哋中醫台嗰度睇下，中六男女混合組金配賽咧，睇下邊個能夠攞到金牌嚇。好，打埋去，喺度行，今個龍頭嚇。呢個係嘅話，佢喺度帶一啲係咪金牌？第32場嘅賽果公告，第1名嘅係怡和體育會，第2名嘅係香港業餘龍舟總會，第3名嘅係香港遊艇會，第4名嘅係港島西醫院聯網西利龍，第5名嘅係 Hamilton Bears， 第6名嘅係柴灣基督龍。恭喜晒以上6艘龍舟隊。好，我哋呢度亦都係呼籲啦，第33場嘅中龍男女混合組銀碟決賽嘅，請你哋盡快咧就係去呢個起步點啦，包括第一線嘅煤氣龍舟隊，第2線進擊龍，第3線飛虎龍舟體育會，第4線 RSD Dragon， 第5線房屋署龍舟隊同埋第6線嘅 Lama Dragons， 請你盡快去呢個起步點報到。回尾勝利之友，亦都請盡快到呢個樂龍區預備。We can go in the middle. Okay, let's go watch it.
加油！好，二零呢場大龍開始咗啦，咁啊再報一報個線路先。好啊。第一，我哋即係環路柴灣貨倉呢邊嘅南丫合心路，第二線柴灣新利路，第三線威信工程赤魚路，而第四線嘅係顯利工程同慶路。通常咧呢啲大龍咧，佢哋嘅嗰個獎法咧都係一致啊，好齊整嘅。咁你大龍咧已經買咗48個人或以上，不過就唔可以超過50個。冇錯啦，話上邊嘅直升機飛過咧唔關事嘅嚇。咁咧，但係我睇到公證處俾我嗰支旗咧應該6條，應該起步點冇問題嘅。暫時睇落去睇到邊隻係領先啲？我暫時睇到咧就係好似係第4線嘅顯利工程同慶路係稍領先。而係第3線嘅啦，威信隻魚龍咧亦都追得好近喎。好，加油啦！係啊，佢哋嘅時間咧係比中途嘅快咁快收咗嘅。好，而呢場賽事開始咗咯喎，我哋再報一報時間。好啊，大陸第40場大陸標準賽，第一線道青山合二龍，第二線道中山聯豐合和龍，第三線道青衣合眾龍，同埋第四線道嘅梅灣之友。係啦，咁我而家望出去咧，公證處咧亦都俾咗啲路同我哋。換句説話講咧，呢一次嘅起步咧係冇問題嘅。咁啊，暫時睇落去咧，好似13喎，見到。呢時佢嘅角度同我差唔多啦。呢次我人講1、2、3咁應該冇錯。好嗱，佢哋咧已經係爬咗1半有多啦。咁我哋345塊咧，咁我哋已經差唔多爬咗大半啦。咁啊，要一路向終點進發，睇下邊個嚟嘅。我哋俾啲掌聲有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好齊啊！好齊啊！好，集水啊！嗰啲大型咧特別好水啊！